相愛的命令。猶達斯出去以後，耶穌就說：現在人子受到了光榮，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榮。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榮，天主也要在自己內使人子得到光榮，並且立時就要光榮他。受到了光榮，原文係過去式動詞，表示啱啱發生嘅事顯示咗耶穌嘅光榮，指嘅就係猶達斯離席。因為猶達斯係要去帶領差役同埋士兵前嚟逮捕耶穌，耶穌離此世歸父嘅過程正式展開。耶穌將要接受嘅光榮同佢嘅苦難死亡係分唔開嘅。除咗人子受到光榮，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榮。若望福音多次提及天主因耶穌在世嘅生活同埋工作受到光榮。而家聖史指出，天主亦都喺耶穌嘅苦難受到光榮。孩子們，我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不多了，以後你們要尋找我，就如我曾向猶太人說過，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去。現在我也給你們說。耶穌早前亦都曾經向猶太人提及佢將要離去，又指出猶太人不但揾唔到佢，甚至耶穌所在嘅地方佢哋亦都唔能夠去，原因係佢哋唔信。相反，耶穌向門徒預告佢將要離去，係俾門徒做好心理準備，減輕佢哋嘅離愁別緒。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，你們該彼此相愛，如同我愛了你們，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。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，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。門徒唔能夠跟隨耶穌離開呢個世界，所以耶穌頒下一條誡命嚟指引佢哋。喺呢個塵世嘅旅途，只要門徒遵行呢個誡命，就可以延續耶穌嘅精神。新呢個字嘅原文唔單止係指時間上嘅新近，仲係指本質上嘅嶄新。呢條誡命本質上嶄新，係因為佢基於天主對人嘅愛情新嘅揭示。舊約申命紀已經表明，天主同人類立約，表現咗超然嘅愛。因為你是屬於上主你天主的聖民，上主你的天主由地面上所有的民族中揀選了你作自己特屬的人民。上主喜愛你們，揀選你們，並不是因為你們比其餘的民族人數眾多，而是由於上主對你們的愛，並為履行他向你們祖先所起的誓，上主才以大能的手解救你們，將你們由為奴之家，由埃及王法郎的手中救出來。不過，天主要等佢賜下自己嘅獨生子俾人嘅時候，先至透過耶穌完全揭示佢嘅愛。呢一點係新嘅，舊約未曾記載。而家耶穌指出，世人，即係若望團體以外嘅人，亦都要認出基督徒獨特嘅愛。換言之，基督徒彼此嘅愛要不斷挑戰世界，一如昔日耶穌挑戰世界一樣，藉此引領世人選擇光明。咁樣，只要世上仍然揾到基督徒嘅愛，世界仍然可以接觸到耶穌。西滿伯多祿問耶穌說：主，你往哪裏去？耶穌回答說：我所去的地方，你如今不能跟我去，但後來卻要跟我去。伯多祿向他說：主，為什麼現在我不能跟你去？我要為你捨掉我的性命。耶穌答覆說：你要為我捨掉你的性命嗎？我實實在在告訴你，雞未叫以前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伯多祿唔明白，或者係唔肯接受耶穌嘅說話，提出抗議。
4部福音都記載耶穌預言伯多祿將會唔認佢。對觀福音記載，伯多祿表示願意陪伴耶穌一齊死。喺呢度，伯多祿嘅說話暗示佢願意代替耶穌死。呢度表達咗若望嘅神學思想，善牧會願意為羊捨掉性命。伯多祿似乎過分自信，以為可以升任善牧一職。更甚嘅係，伯多祿嘅話反映佢唔明白耶穌嘅死牽涉同世界首領嘅鬥爭，非要等到耶穌戰勝撒旦，其他嘅人亦都唔能夠跟隨他。耶穌復活之後，果然委任伯多祿做牧者，仲預言伯多祿最終將會殉道。到時耶穌要2次催促伯多祿跟隨他，滿全咗呢度嘅預言。後來你卻要跟我去。